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151首。主，我爱就近你。主，我爱就近你，来近我你。虽然着背世界，求你扶持。我心是上吟诗，主，我爱就近你，主，我爱就近你，来近我你。虽然拄着出我无位通行，记深暗暝搭我，看透永情。迷茫幽怨幸福，主，我爱就近你，主，我爱就近你，来近我你。梦中看见天开，阳光出现，上主是乐恩惠，天地三连，天使对我祝福，主，我爱就近你，主，我爱就近你，来近我你。困醒欢喜记念，学乐吟诗，所过凄惨欢乐，正凭着你。苦境变做成乐，主，我爱就近你，主，我爱就近你，来近我你。咱同过以西结书的第45章，看见上帝敢一摆搁一摆将即个信的土地重新来分配，互12个支派，也有一份地是要留互遮个王，留互王。即个王嘛爱将中间的来留互上帝。上帝对王的要求就是爱行公平、正义，爱对遮个所用的牛笑，拢爱有公义甲公平，也爱互王来纳的税，向王所纳的税来荣耀主，来献祭互上帝。这是上帝的规矩甲规例。今日咱要继续来看46章。46章是要继续讲起着对王的治理的下面有关安息日甲每个月月初的规定，然后阁有进入圣殿甲出圣殿遮的要求规矩。阁有伫王甲百姓要献祭中间所爱遵守的规矩，嘛有讲起着将来伫新的圣殿的内面，全国的人民才会产业，袂使阁挂离，袂当阁分开，然后
最后是讲起着有关伫圣殿内面献的祭物，要安怎伫厨房灶骹内面来处理遮个代志。咱做伙来看今日46章的经节。即关的上主安尼讲：内埕的东门安息日甲初一着拍开，袂当做工迄6日着关着。这是要为王献烧化祭甲平安祭的时，王着对外埕经过这个门的走廊入来，徛伫门条边，伫后殿遐敬拜，敬拜了后就退出去。这个门着一直开着，下昏以前毋通关。每一个安息日甲初一，全国的人民着伫这个门的头前敬拜上主。则讲到王会敬拜，伊有特别的所在。东的门，咱伫44章的时阵，就看见当上帝应该伫43章进入圣殿了后，东的门就外埕的门就爱关起来，因为上帝已经住伫即内面。总是伫即个所在，讲平常时伫内院东的门内埕嘛爱关着，但是伫安息日伫初一时阵会当拍开，为着是要互王会当通过即个门来看见、来敬拜上帝。这诚做一个规律，大家就拢爱来遵守。第40安息日，王着因6只无下厨的羊羔，甲1只无下厨的绵羊犅，做烧化祭献互上主。上时着献的素祭，每一只绵羊犅配17公斤半的幼米粉，每一只羊羔配偌侪幼米粉，王通照家己的能力决定。每17公斤半的幼米粉，着甲3公升的油。每月初一，伊着献无下厨的细只牛犅1只，羊羔6只，绵羊犅1只。王嘛着准备素祭，每一只牛犅甲每一只绵羊犅，拢着配17公斤半的幼米粉做伙献。每一只羊羔配偌侪幼米粉，王通照家己的能力决定。每17公斤半的幼米粉，着甲3公升的油做伙献。王对外埕即个门的走廊入来，嘛着对原路出去。所以伫遮讲起着王爱献的，包括伊每一工每一个安息日爱献的，甲伊每一工爱献的，佮每一个月初爱献的，遮拢有做一个表。就是通过遮个伊照伊家己的能力，照上帝的规矩，嘛照伊家己的感动，伫逐工佮每7工，甲每30工，就拢爱来献一摆互上帝。当然，遮个拢是百姓所纳的税，来供应互王的。王嘛通过遮个伫每一工、每一礼拜、每个月，嘛拢爱炸礼物到上帝面前来献互上帝。第9节，伫最期人民要来敬拜上主的时，对北门入来的，就对南门出去；对南门入来的，就对北门出去，不准因对共一个门出入。因着对入来的门对面迄个门出去，王伫人民入来的时入来，伫人民出去的时阵出去。伫最期甲指定的日子，要献的素祭，每一只牛犅也是绵羊犅，着配17公斤半的幼米粉；每一只羊羔着配偌侪幼米粉，王通照家己的能力决定。每17公斤半的幼米粉，着甲3公升的油做伙献。王照伊的心意奉献烧化祭，也是平安祭，互上主的时，着为伊开东门。伊着照安息日的条例献烧化祭甲平安祭。伊离开了后，门着关起来。咱看到王甲人民有相像，嘛有无相像的所在。王献的爱比人民较济，伊是代表整个人民。王要敬拜伊出入的门，嘛甲人民无共款。但是拄着祭期的时，这百姓所爱行的时，伊若是对北边入来，伊就要对南边出去，袂使翻头；若是对南边入来，伊就要对北边出去，嘛袂使翻头。
这个规矩检测可能是互因即个动线袂伫迄内底相亏，还是相容拍夹，互伊大家拢有一个次序，安尼来献礼物，来献互上帝。所以上帝要求的就是爱有次序，即个方向爱共款。13节，王逐日着准备一只无下厝一岁的羊羔，做烧化祭，逐早起献互上主。逐早起王嘛着献素祭，用1公升油炒2公升幼米粉献互上主。这个素祭的规例着永远遵守。逐早起着安尼用羊羔、素祭甲油做烧化祭献互上主。所以除了每礼拜安息日，每个月的月初一，佮每一天的早起，透早，拢爱来献祭，来表示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尊重。16节，即款的上主安尼讲，王若将家己的土地赐予伊任何一个囝，迄块地就归属迄个囝，迄个囝通甲土地留予伊的子孙做产业。王若将伊的土地赐予伊的人神，迄块地就归属迄个人神。不过，毋久到运费的年，人神就将迄块地献互王，因为只有王的子孙才会当承接迄块地。王袂因得侵占人民的土地，甲因赶离开因的土地，伊就将家己的土地分予伊的囝儿，才免我的子民离开因的土地，四散去逐所在。所以才讲到整个王国、整个国家的土地拢是上帝的。王若是要传互家己的囝，会当世世代代传落去。若是赏赐互伊的人神，赏赐互伊的仆人，到运费的年，这运费的年有可能是指第7年的安息年，嘛有可能指7个安息年、7个安息年的喜年，就是拢爱来将这土地交转去，因为上帝爱伊这土地是久久长长、永永远远，拢是伫即个伊的王的后裔，安尼代代传落去。当然，虽望这离咱看起来真远，但是这也是伫上帝国内面的上帝的规例甲规矩啊。所以这土地已经拢分配好，上帝嘛有照期间，来爱伊的后裔后代来安尼继续来传落去。19节。后来，迄个人带我对大门边仔的入口，入去遐个院北，为着祭司准备神的房间。我看见上西边的所在有一块空地，伊甲我讲，这是互祭司煮杯做祭，甲赎罪祭的肉，以及项素祭的祭物的所在。则免祭司甲神的祭物带去外庭，互人民因为接触到神的物，直到受责罚。伊阁带我去外庭，经过外庭4个角头，每一个角头拢有一个细细的亭，这个细细的亭拢有墙仔围着，长20公尺，宽15公尺。4个角头细细的亭大小拢共款，每一个细的亭四边拢有石墙，石墙下面有灶。迄个人甲我讲，这是灶骹圣殿的工作人员伫遮主人民献的祭物。伫整个即个人主带领先知以西结来参观圣殿诶，即个到落尾咱当看到最后介绍的是即个厨房灶骹。即个厨房灶骹是祭司伫遮来分配祭物，然后将这祭物处理献互上帝，剩诶要来分互大家的时阵来处理这个灶骹。若是伫即个图来看，会当是伫四边遮个房间，也是4个角头的所在，是煮祭物的遮个灶骹。然后伫圣殿的周围，甲伫圣殿的后面有祭司的厨房，因伫迄个所在来领受、来分享因所献祭平安祭伫迄个所在因所得到的遮个恩典。希望遮个真正的使用的用途，也是真正遮个安排工作，伫圣经无有真侪介绍，但是伫以西结书，互咱看到的，就是大家会当伫上帝殿院，伫上帝的圣殿的内面来沟通、来分享，嘛做伙伫遮来啉食，
这是上帝听甲上帝恩典啊！今日即章的金句，我选第15节。逐早起就安尼用羊羔、素祭甲油做烧化祭献互上帝。上帝爱咱每一早起，拢用来到伊的面前分别做圣。甚至现在最后一本讲不可间断哦，袂因断去。今日即张互我的感受，就是看见除了伫咱上帝的殿献礼物互上帝以外，嘛会当伫上帝圣殿内面来享受所献的这祭物。上帝伊有安排日子，伊有安排路线，上帝嘛安排这场地，互君王百姓拢会当伫上帝的厝，伫伊的殿院内面享受所献的礼物甲祭物。这就是咱的团契的生活，嘛是咱的爱餐，嘛是咱的圣餐，嘛是分享主耶稣的肉甲伊的身躯。等咱伫教会的出入，就是来领受主的平安甲主的同在。今仔日是10月26号，伫1795年，爆发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根据新的宪法，因来改选国民公会，对新的立法的机构来选出新的政府来取代。1958年，来爆发这个韩战，中国的人民志愿军，来撤退这个朝鲜哦。1960年，是有这个古巴的导弹危机，拢是伫10月26号，所以这也是伫顶一个世纪所发生的。今日拜六，今日礼拜日的礼拜是邀请柯新凯牧师来主理，然后咱伫中昼有财务部的部会，下晡有要来做60周年音乐会的这个彩排，也愿上帝来带领。今日的祈祷要用歌罗西书第2章16节到17节，所以毋通伫啉食、守做期、初一，也是安息日的问题，互人批判。这个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基督才是实体哦。咱通过先伫以世界所看的，毋是互这个代志可以甲咱拔掉的，是咱会当看到将来的事的影，然后通过耶稣基督来看到实体。不拘在饮食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学习会当圣效家己的日子，互阮通得到智慧的心，通过先知以西结书所互阮的异象拿图，甲天顶圣殿的即个模样，互阮当读旁明白，将来阮伫天顶过安怎样敬拜的生活。阮今日伫世界伫地上伫教会，也应当爱尽心尽力来敬拜主、服侍主。也愿上帝加添阮气力，也互阮所做一切，拢会当跟甲耶稣基督来结连，会当通过阮食啥物、穿啥物、啉啥物，拢会当来荣耀主你的圣尊名。阮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251首，着俄罗主。扫甲俄罗伊，大琴大声俄罗伊，下鼓跳舞来俄罗伊，无论伫倒位，着俄罗主，哈利路亚，大家着来俄罗主，着俄罗主，哈利路亚，大家着来俄罗主。那大俄罗伊，又用是迄个乐器，阮小英那我俄罗伊，俄罗真所有快乐。着俄罗主，哈利路亚，大家着来俄罗主，
着来学落主，着你心所学落伊，为大权力所做，为伊美好丰盛稳定，受使咱大项交业。着落主，哈利路亚，大家着来学落主。着落主，哈利路亚，大家着来学落主。着伫原山学落伊，年日学落伊无停。虽然有忧伤也是志，凡事通对主学落。着落主，哈利路亚。大家着来学落主，着落主，哈利路亚，大家着来学落主。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予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